欢迎收看《代志挂大条》，我是杨淑晴。Podcast 是即几档真实件的一种传播模式，和传统广播上大无同，是敢来当用网络收听。台湾为2020开始出现各种内容的 Podcast， 其中新北市的13行博物馆为着要让民众对考古有较侪了解，推出考古爱讲古的台语 Podcast 节目，用趣味轻松的方式来了解史前文化。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13行考古来讲古。这是13行博物馆推出的考古 Podcast 节目，用台语讲北台湾6大史前文化，了解史前的工艺技术、生活方式，带民众了解千外年前的台湾。这是一座圆圆的小山轮啊，四颗位啊拢是蓝仔地，这个所在的人拢足爱啉蛤蟆汤。3000年前的圆山文化，也有6000年前的观音山。为着调查考古相关的民俗台语要安怎讲，团队也拜访侪前辈，尽量甲专业名词换作大话生活的草地开口。像咱华语讲的食府、食厨，还是食材安怎讲，阮都会去查。像食府就叫做酒补，食材就叫做酒骨啊，还是酒毒，还是酒土。我想讲。古早人生活在部落，因迄种气味、迄种气氛，应该是足草地。我就想讲，咧草地人是安怎讲话，阮就来甲咧用咧故事内底。考古一般互人感觉较严肃、较无聊，希望用讲故事的方式，和民众拢会当介意考古基本学本。台语一直是在台湾来讲是非常重要的语言，然后很多人很爱台语，所以我们也希望透过台语这样的一个语言方式，然后我们用生活化、用亲民化的方式来把我们的故事来陈述。彼得梅也表示，未来邀请来宾上台语 Podcast 做伙来讲古，和民众了解生命参环境共存的智慧。博物馆也提供台语导览，希望用上生活化语言，和民众认捌史前文化。记者杨淑晴、张玉水新北市报道。Podcast 因为设备简单，入门无遐困难，有真侪想要推广理念的民间人士嘛咧使用。有一群少年人创立一个合作台湾热炒店的 Podcast， 用台语来讲228即寡大家认为较沉重的议题。不过，因的内容是真活泼，和民众用听来感受历史。这个政治暴力的创伤是以家庭为单位的。用 Podcast 来谈论白色恐怖历史的呈现，无像过去敢若写伫册内底，即马嘛通用听的来感受。白色恐怖文学内底，是用女性形象的故事，敢有啥物故事，还是有本在讲讲。这几个对东华大学华文系毕业无几档的少年人，创立台湾热炒店 Podcast， 甲大家坐做伙，啥物拢通讲的感觉，对食饭桌顶带入去录音室，其中一集找来促转会曾主委杨翠小解228。主流的还是在讨论，就是那些大多数受害者都是男性嘛。那一集我们就是在聊女性的受害者，她可能跟男性他受到的酷刑的区别是不一样的，身体上跟精神上的压力是不一样的。不过，为什么录音会选这种大众可能感觉无聊，还是较少人关心的题材？因讲其实因拢真关心嘛，介意这寡议题，想讲会当用新的传播方式来对上时代的脚步。台湾应该是很多文化、很多不同历史阶段的应该有一个比较多元的呈现。我就想讲，让上面都在讲就开始讲母语，开始讲228，开始讲甚至是鬼故事、鬼仔故。除了线顶开讲，伊嘛家己做歌，唱到淡水南北牵社到摇滚这条出装，是因的原创歌曲。歌词内容就是一日丢雷228公墓受难者做背景，透过音乐的优秀，好听的人来体会。咱卖讲的是流派，单纯就是一个很思念某个人或情境的东西也造出来嘛。我想讲，这物件应该是这种感情，应该是放在歌曲内底
是会当感动人的。节目步照规矩行，趣味的方式吸引未少支持者。更较难得的是，成立要2档的台湾绿茶店 Podcast， 拢用台语主持。听过的人可能有发现因的台语，其实有时阵嘛讲甲无啥物认同，但是嘛展现出少年人困气、困讲无记的态度。有时候会就在主持的时候，我也很常会有一个有点失语的困境。但是我觉得就是一集一集主持下来，对于我而言，我觉得观众应该也如果有在听的话，应该也可以知道，我觉得进步蛮多的啦。这一季在做的时候，我都感觉到嘛是有一寡收听量的，你像越来越多，它是呈那个直线增长。用这种无共款的方式，咱甲课本内底，也是讲咱册内底，咱所看到的较硬道的一寡知识，互咱甲转做是影像，也是讲转做是声音，嘛是新的一代因广告书熟悉世界方法。就过 Podcast 节目的第4代台文系副教授曾家勇就指出，因为做 Podcast 的成本低，毋若是少年辈，其实嘛有真侪有会教授等等来做节目，分类百种，即阵嘛有真侪台基本的类别，对语言的复兴，确实有正面的影响。记者陈雅文、杨凯、张玉水台北报道。有人讲 Podcast 当咧引领一场用耳孔听的声音传播风潮，一寡较硬道或者是较无遐尔大众化的内容，譬如讲文学，嘛会当透过 Podcast 找到新出路。台北的台湾文学基地今年3月开始加入这个行列，请过去到单的驻村作家。利用节目，甲大家空中来相会。边仔是日本时代宿舍的历史建筑，坐伫内顶的这位是专门写台湾历史小说的作家杨湘子，伊嘛是台湾文学基地自去年底推动自传计划的头一位自传作家。我会说这就是我的田野，我进来这里看，那到底有什么差异？所以也从这里看到台湾自己的历史，有过什么东西进来，然后什么东西出去了。进前是这栋诗写的台文基地，有恬静的空间，提供作家文学创作的场所，互因甲感受转换做文字。今年基地对着时行，开设 Podcast， 请自传作家伫线顶分享家己的册甲生活。可能主持人会想要请我聊他，因为这是我的第1本散文集。那它叫做《我家住在张日新隔壁》。阮兜住伫周立兴隔壁，是伊伫湘西仔小妹过身了后，甲细汉共同生活的记忆等等写出来散文，用文学转做生命的延续。读过的人可能阁听到作者出来讲，会真有感觉。让专业读者们知道有什么东西你还不知道，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做法，就更深入的。同款参加过 Podcast 节目的台语诗人陈因嘛认为 Podcast 对推广文学可能会有帮助。卖少年呢，就是算会对时行嘛，即摆你也无接触，继续安尼甲对落去吼，我就是讲咱台语文一部分有影伫迄少年朋友即个展出可能较歹推送。所以就利用流行的物件，迄嘛是一种管道。有讨论了一个新的企划，是我们会针对每一个作家，然后专门提供给他们一个不一样的企划。这几个少年人就是台文基地台的主要发想者。因讲因为疫情，实体活动减少，才受讲用线顶的节目安排自传作家来开讲。自今年3月运作到今，已经10多集，一集30分钟。主持人邀请作家谈论一本册，那亲像空中的见面会。我们非常强调的跨界的结合，因为我们过去文学都是在纸本上的阅读，但是 Podcast 它是聆听，然后这个听觉它其实是会帮助你在阅读之外带来另外一种感官的体验。硬道的文字随讲就加了几分啊活泼，虽然杨湘子嘛认为 Podcast 即马选择真侪基地相关的题材，可能较好开发新听众，但是至少会当甲本地就有关注的人念较调。不管什么媒介，拢有伊的好歹，文学定定是融入生活，当然嘛袂当甲即场用耳孔听的声音风潮相相新。记者陈雅文、杨凯台北采访报道。你刚讲
咱电视台啦，还是讲这垃圾盒的限制就是 NCC 嘛，伊有一个规范伫咧嘛，对无？啊，所以你可能有一寡物件会使讲，有些袂使讲。爱注意哦，爱注意哦。欢迎登来代志挂大条，我是苏晴。有人讲2020年是 Podcast 元年 ，Podcast 即阵伫台湾到底有偌清咧？今日咱就邀请到报道少年兄的主持人之一林宜兰来参咱分享伊的经验。宜兰欢迎。嗨，大家好，我是宜兰。你家己本身其实嘛是传统广播的主持人，对无？即个节目差不多主持偌久啊？已经6档安尼。对，嘿，拄开始的时阵其实是为着广播吼，大家想讲是毋是迄听友的年龄层已经愈来愈较悬啦吼，所以就想讲，是毋是迄当中我确实较少年啦吼，所以就讲是毋是少年人会使来主持，用可能是用小可台语的方式吼，来甲即个新的物件带互即个听众朋友安尼，所以迄当阵的即个开始是安尼，主要讲的主题是啥物咧？主题就是啥物拢黑白讲啊，啥物拢讲啦，就比方讲新闻啊吼，甲即个即马流行的物件啦吼，拢有讲着，嘛有讲了后阮嘛有家己做一寡较趣味的吼，黑白读的，读即个经典啊吼，西洋的经典嘛是讲中国的经典拢有。即个节目原本是想讲广播是较侪老大人咧听的，少年人来主持，看嘛有啥物新的。无共款物件出现，敢有受到观众的欢迎？有呢，其实足好耍的。比方讲，因为大家拢知影讲，我家己的，我本身啦吼，虽然讲我的母语是台语，毋过其实我的母语嘛，毋是改练长。我另外一个 partner， 其实伊的母语完全毋是台语，所以就讲，伊完全是咧完全袂晓的状况之下来主持节目的。毋过大家想讲，是毋是你的台语遮拗吼？听众朋友听起来足介意安尼吼，无想要听你的节目，其实嘛袂呢。有阮拄开始的时阵有足侪，包括讲即个时代吼。伊写批来讲，就是因为恁台语拗，才袂想要听恁的节目，就感觉足趣味的啦。所以我感觉讲语言哦，就是讲你有练转无练转，其实我感觉毋是重点，就是讲听众想要听的内容才是重点。所以就像你讲的，你的内容足多元呢，讲天讲地，啥物拢讲。我感觉讲趣味啦，因为你若是讲你听广播的人，还是讲即马要讲的这 podcast， 主要其实伫台湾吼，即马听众朋友伊的即个主要的目标其实嘛是娱乐，对，就是讲你会使娱乐你的听众朋友，我感觉讲内容才是重点。后来咱嘛有甲即个传统的广播的节目传去网络顶嘛？为虾米会安尼做咧？对，因为你拄则有讲着讲，大家讲2020年是即个 podcast 的元年啦吼，毋过其实主要是阮以前的时阵 podcast 还袂遮流行的时阵吼。阮会甲咱以前的即个放送吼，放咧即个 YouTube 内底。放咧 YouTube 内底的时阵，大家讲YouTube 足麻烦的吼，已经爱开迄荧幕，对。其实对着我制作来讲，其实我嘛足麻烦，因为我爱做一个图片，一张图，迄张图足歹想的。爱做一个图，我才会使放咧 YouTube 顶悬吼。所以，阮嘛是一直想讲，是毋是会使甲即用 Podcast 的形式吼来介绍互大家。毋过其实迄当阵，比方讲伫2018年的时阵，其实 Podcast 对台湾无遮流行啦，对，使用的人嘛较少，对，愈哪来哪济了，咱就想讲可能是一个机会啊。因为你有讲到，咱是即2年 Podcast 才较流行，国外其实足早就咧发展。你敢有观察到是啥物原因，才互台湾即2档流行起来？可能大家讲，奇怪，台湾是毋是对着这科技的即个接受是大只个问题啊？吼，我感觉其实接受科技这个问题其实有分足侪案来讲吼。比方讲，我感觉是安怎 Podcast 对台湾来讲遮久遮发展哦，因为伫外国其实伫2000年开始左右就足侪人咧耍啊吼，足侪来佚佗。毋过第一个我感觉是科技的进步，科技的进步就讲大家即马比方讲你用蓝牙耳机，对，以前咱有线的嘛有无？有线你感觉就无方便的，即马蓝牙耳机伫落，我去散步嘛会使听吼，我去运动嘛会使听对，我通勤的时阵嘛会使听，所以就讲大家感觉足方便的。第二我感觉是就是讲这科技的进步嘛有一个足重要的问题，就讲比方讲录音设备、录音的设备吼，愈来愈方便啊，愈来愈侪人开发讲，你这个砍斩免伤悬啊，我会使用较俗的。成本来制作 podcast， 我想应该大家拢有细汉时阵拢有一个 DJ 梦，你知影吗？有
有一个民邦想讲，我想要做 DJ 安尼吼，我细汉的时阵嘛会用2台迄个录音机，你知影无？家己伫录音。嘿，家己录音嘛。以前拢迄种空白卡带，对，家己录音，家己搁放出来听这首歌，安尼试落安尼。所以对着安尼时阵，即摆愈来愈这个设备免伤贵啊，吼，大家会使来接触啊。第二个就讲传统的这个媒体已经，比方讲你讲垃圾药好啊，垃圾药我今仔日无听着，就过去就是过去啊，还着无啊。毋过即摆会使来听过去的物件，吼，过去这精彩的内容我会使，即摆想要听我就来听。我听无清楚，我阁会当目库，对，我想要甲你批评指教，我嘛。我再讲倒位讲毋对，我再讲听较真足。对，所以就讲，即摆即个形式完全无共款的，大家讲，我会使用搁较方便，成本搁较低，吼，我免一定要踩伫迄个垃圾药头前听你的，等你的物件，等你的时间，所以像咱传去网络了后，敢有发现到传统广播迄边的听众，甲网络的听众，即两边有无共的所在吗？这当然是就无共的吼，就比方讲台湾有一个即个 Podcast 平台吼，叫做这SoundOn，吼SoundOn伊家己的即个统计就讲调查啦，就讲即马来使用 Podcast 的大部分有90%其实是40岁以下。对，所以就讲，可能你40岁以下的人，伫即个使用 Podcast 的抗战，毋管是用手机啊啦，吼，还是用电脑啦，吼，伊使用起来较方便。毋过对着老大人来讲，伊可能即马要使用，可能伊感觉也是有一个较袂练转啦，安尼讲啊吼。所以就是讲，即个年岁嘛有较低啦，吼，年龄层有较低。比方讲过去可能听垃圾药，就是讲开车的人。你桥倒来无法度嘛，无法度嘿，所以就是讲你听，你咧赛车的时阵你会使听，毋过即摆少年人可能毋是每一个人拢有车嘛，是毋是？你物件传去网络了后，吼用拍客即个形式来放送的时阵，是毋是你接触的即个年龄层会较低？这是完全无疑问的啦。两边的观众敢有互你啥物款的反应较无共，互你感觉足特别的？较少年的年龄层的听友哦，因较好耍，伊就会讲因想要听较刺激的。较刺激的，啥物物件较刺激？你要想要听较刺激的。其实我老实讲哦，就讲，比方讲传统的广播其实有伊的限制，伊限制嘛毋是完全无好啦。比方讲咱电视台啦，还是讲这垃圾药的限制就是 NCC 嘛，伊有一个规范伫咧嘛，对无？所以你可能有一寡物件会使讲，有些物件袂使讲。爱注意哦，爱注意哦。毋过咧，你咧 Podcast 的时阵，即马应该说即马法律还袂管到 Podcast 啦，吼，所以足侪节目其实游走诶迄个边缘内底啦，小可危险，嘿啦，佮敢若无代志。毋过这好处就是讲，迄创意会较侪，较多元啊。你要制作这内容较多元安尼，所以就是有好有歹啦，吼。毋过就是讲，较少年层的讲，比方讲，垃圾话好啊。即摆可能有足侪垃圾话，感觉其实讲垃圾话，毋是讲真正要讲骂，毋是要真正要甲人吵，甲人就是讲一个生活的吼，就较亲切，吼，较瓦近安尼，对，口语化安尼。大家听广播是要听亲切的嘛？对。毋过咧传统的媒体，传统的垃圾药的头前来听，无共啊。伊感觉讲，你可能爱较正式的，较正经的，你爱较严肃的。有一寡，比方讲。这放屎啦、放尿啦，你袂使讲。你啥物话题去讲着放屎放尿？你较莫讲，就讲分享生活的代志，你较莫讲着。对，所以就讲，我感觉这嘛是针对讲无共的世代的人吼，伊对着听广播这个物件吼。可能过去讲，你咧电视上你爱正经，吼，你做人爱正经安尼吼。毋过这 YouTube 大家啥物拢会使讲啊啦，吼，啥物主题嘛会使讲啊。足自然的。嘿，足自然的啊，就你生活当中会拄着的，你会使讲安尼。所以我感觉这是无共世代的人看到讲你咧媒体的表现是无共的所在。有讲到生活，要安怎甲人分享生活，其实嘛讲到声音以即个传播的媒介，甲听众朋友的距离，敢会较远，比迄种影像像你讲的，伫电视顶足正经的，比起来是毋是讲咱声音安尼讲话会互听众朋友感觉讲，我甲你这人敢若较熟悉哦，有即个款的特性嘛？大家讲广播甲电视会无共款的所在嘛？吼，就讲广播，你会感觉讲。我困静静嘛会使吼，安尼听，听一下嘿。我要去倒位，你会使一个陪伴啦，吼，一个陪伴迄个感觉，甲电视较无共款。电视
可能会感觉讲，你水啊，你较歹啦，是讲你穿的较好看啦，穿啊歹看啦，这嘛有影响吼，对。所以就好耍的就讲，就侪听众朋友会上我的这个社群去看，你本人生了安尼啦，吼，嘛有足侪听众朋友讲，宜兰本人生安尼，伊声音听起来足瘦的安尼，声音听起来足瘦，这是啥物形容啊？伊声音听起来足瘦的，所以我感觉讲声音是一个因为吼，伊咧空中放送，所以你嘛有这个，你会使想，讲，伊生了啥物款，吼，伊声音足温暖的，吼，伊感觉甲伊距离是安怎，所以我感觉讲。声音是一个足特殊的，吼，足特殊的媒体，吼，甲人你有看到人的时阵，较无共款啦。Podcast 拄仔开始的时阵，我想足侪人是使用 Podcast 来学英文的，语言学习的，吼，对，所以讲，就是讲 Podcast， 大家讲，我会使目睭开，我会使听新闻，吼，我会使来学英语，吼，还是讲我会使来娱乐，吼，我会当。目睭开，我就咧笑甲咔叫安尼吼，所以我感觉讲，这就是声音的特别所在啦吼所以你拄则讲的，就是真正是安尼吼，就讲虽然讲大家讲即摆 YouTube 就流行啊，是安怎？凭啥物 Podcast 有唱起来即个本事？我想就是声音有特别所在。讲到学英文，嘛足侪即摆出现的是咧讲台语的 Podcast， 因为恁家己伫节目中嘛会哪讲？小可。嘿，为虾米咧？因为你无可能讲，可能毋是讲足厉害、足高讲的，但是伫节目中嘛是会想要用台语来表达。对，因为我感觉讲台语其实是咱本土的语言嘛，吼大部分的人虽然讲可能你咧学校无学着，吼，阮即样的啦，吼，你学校无学着，毋过你咧生活当中你会听着，所以阮希望讲语言这物件，台语这物件，其实会使甲即个听众朋友甲你即个距离愈挖愈近，嘛是。对家己一个交代，嘛是对家己一个挑战啦。就讲过去你敢若听到讲，你的节目内底吼，你讲一两句台语，咱嘛讲奇怪，你明明是华语节目，是安怎会讲台语？硬要插的对。你硬要插台语入去。毋过这对着大家来讲，我感觉这是一个足好的挑战嘛好。你若是讲你这个表现嘛是传达一个你想要讲的代志，就讲我想要甲大家知影讲，阮毋惊讲台语，虽然讲台语讲啊足拗的，欢迎来指教，但是阮愿意讲安尼。对，希望讲愈来愈少年，愈来愈侪少年人嘛会对咱安尼。今日非常多谢咱的声音的吴叔叔宜兰姐来节目中甲咱分享，感谢大家。是，嘛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咱后礼拜再会。入围金曲奖这件事情，我是真的很意外。阮这人根本甲流行这两字，看无任何关系。